失眠多夢就要疏肝，腹脹屙肚咧就要健脾，調理唔使一堆藥，記好呢個實用便宜嘅藥就可以肝脾同調。如果你最近咧成日覺得失眠瞓唔着，半夜咧2、3點鐘先入到睡，瞓覺質量咧仲好差，多夢易醒啦，瞓唔踏實啦，白天咧成個人都昏昏沌沌嘅，冇離神氣，記性咧就越嚟越差，成日唔記得嘢。平時咧食少少或者食幾啖飯咧個肚就脹唔消化啦。如果食少少凍嘅嘢咧，仲容易屙肚，大便唔成形。咁中醫認為呢啲咧就好可能係你肝鬱脾虛啦。呢個時候咧真係唔使一堆錢去買一堆呢啲疏肝健脾嘅藥，唔單止嘥錢啦，仲可能咧唔對症。只要記好呢個真靈解鬱膠囊，咁佢個組方咧除咗有疏肝解鬱嘅柴胡啊，仲有養血柔肝嘅白芍，仲有咧安神益氣嘅人參，補氣健脾嘅白術。呢隻藥咧可以肝脾同調，具有啦疏肝解鬱啦、健脾益氣、養血安神嘅作用。唔好睇小佢啊！佢雖然平咋，但係好實用啊！佢可以對症調理肝鬱脾虛同埋肝脾不調引起嘅呢啲失眠啊、多夢啊、早醒啊、記憶力下降啊、食慾不佳啊或者腹脹嘅呢啲問題。咁一日咧就食2次，一次咧食2粒。你記低未呢？